到公，讲师晚安。讲师晚安。是咱精神优秀，毋是精神尔，甚至是美色优秀，像7点5厘分，伊的精神是领略仙人，伊生活百世，才转世为悉达多太子，总结咧，咱水晶鞋，咱敢捌听过一句讲，积德应儿孙啊，咱水晶鞋，你敢捌听过吗？这就是咧甲咱讲，咱祖先有好积德，得伊子孙，过来就是福联，俗语有一句讲，有缘千里来相逢，无缘对面嘛不相识，咱只是住伫隔壁，听到因保师咧引荐，咱嘛无法度通好相信的落去。有经有伫咧讲，天雨虽大，难润无根之草，文化虽广，难度无言之隐。这就是咧讲，即丛草啊，嘛是无根，天顶的雨，搁落较大，搁落较济，伊嘛无法度通吸收着水分甲营养，文化广大不清，非常的重要。假使若是无闲的，伊嘛是无法度通得到文化的好处。咱注意，今天这3样具备，就会文化之喜。听到因保师咧甲咱引荐，咱就欢欢喜喜来到佛堂拜拜，就得了如果不轻易传授的先天达道胜利经团。
顺讲阮一书传一道的咱注意今天来即个所求的内道是甲古圣先贤所求的内道的道拢是同款的拢是会当了脱生死的拢会当超生死转轮回胜利集团呢，就是天明集团、道统集团，甲新华集团。一脉相传的，这就是咱讲到圣人的生活，一脉相传的。讲到的圣人就是，后彼大帝、神农大帝、尧帝、武帝、舜帝，文王、武王，周公，个来就是孔明圣人，释迦牟尼佛，甲耶稣基督，甲穆罕默德，这就是讲到圣人的生活。一脉相传的，咱讲到是共一个机缘的，讲到是缘分一家的，咱注意前提，咱敢知影迄道的意义吗？咱注意前提，咱敢知影迄道的意义吗？即摆互我就来甲咱大家解说分享即道的意义。拄则名师请函，名师就是领了天命的点传师，伊请函用请命名上帝，也就是咱生天、生地、生万物，生咱灵性。造物者万灵真宰，咱先做无极老庙，金盘来传道，济公老师借名师的手，养为咱的天官票，传互咱三宝，在世会当弘扬化解如来形象，出世当超生了死，知足如罪。
咱得到了后，若是有真守实的，莫诽谤三宝，有真守实的食，保证咱百年了后会心愿如绵，面目滋润安详。这就是证明讲咱的灵性已经找到转去的路头已经咱的灵性有归属啦。咱人本是西方因佛主，咱是领命下凡，要来这个三宝世界度众生的，因为咱天不言，地不语，爱咱人来大篇宣法，替天行道，因为咱来到咱本是天堂落来的元太佛祖，来到这个三宝世界，煞庇护这个买卖伫这个物欲甲声色甲花花的世界当中，煞袂记咱要度众的这个任务在这个三地佛见面，上天慈悲降道要来救劫，要来拯救有善根亲和的善人信女，因此呢，天上不劳一佛主，西方不劳一菩萨，全部各种下凡，要来担帮助道，要来普度三者的，相度和含车道，就是去天性。小道河岸车道，就是去天性，就是王爷妈祖天顶上帝，甲托你讲，咱义和圣堂嘛有出讲来求道，宝讲崇德嘛有王爷来求道，中道善男信女，也就是咱三宝世界的这个善男信女，咱这个。度咱这个咱讲一度贫，二度富，广度众上自在之处，这就是要度咱这个三宝世界的善男信女，下度地府的幽灵鬼魂，这就是讲咱这个咱上天慈悲降道，要来拯救咱这个善男信女的。咱人本是西方的佛祖，这拄则和合有讲过，即摆和合要来讲以下的几点来印证讲咱是天堂落来的元太佛祖，咱这个人字两过相拄。
咱人即个人哩两位小拄有分真诶甲假，咱注意前提，敢知影吗？即个就是真灵性，假就是假肉体。咱中庸有一句讲，天命之谓道，天命之谓性，属性之谓道。上天互咱的即点灵性呢，是伫个遮，是至善、千真至善的，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是无生灭的，是袂臭袂烂的咱即个肉体，在100年了后，是成为一个臭皮囊而已咱把灵性、灵魂比喻是一个开关咱即间厝即个开关若无拍开电火、电风、电视、电脑一切就拢袂当运转咱人的总开关是伫个遮是伫个遮咱人若无一点的灵性咧，嘛袂当行走、听、看、食饭日常的起居生活拢袂当运转咱人若无一点的灵性，是毋是就变成一个臭皮囊而已呢？咱即个肉体是照有精无血所成的，在母体内底生一个胚胎10几胚胎以后喊一声就呱呱落地，就是生命的开始，就是生老病死的开始囡仔生落来囡仔一天一天一直大汉，咱大人就一天一天一直老，也就是老的开始老来就是破病就是病的开始咱人大病小病嘛拢会有，若是大病就爱带医开刀咱即个因此讲，咱即个肉体是照养的世间嘛是来照大的咱肉体有使用权命无所有权人生有生就有死即使做总统、做皇帝嘛是爱死咱人会当过无事败呢食今仔日的饭，毋知影明仔载的代志呢人生是无常的呢生死是正常的呢咱人生是短暂的呢万般带不回，唯有业随身咱在这个地球上咱这肉体是照用的呢，有使用权命无所有权咱生来双手空空死去嘛是双手空空咱在这个世间所拥有的一切拢是假，唯有灵魂才是真的。所以讲，咱的真灵魂是无生灭的咱这个假肉体是有生灭的，是水火风土四大结合的咱100年了后，就是成一个臭皮囊而已所以讲，咱人有真灵性甲假肉体。即马学校搁来讲一句过身。咱注意前提，咱敢捌听过过身即句话呢？若是这较少年的可能就拢较毋捌听过。若像科学的理念嘛拢常常听讲，某某阿叔、某某阿伯过身去这个过身就是讲咱这个真灵性若在100年了后因为真灵性是无生灭的搁去另外一个肉体搁来投胎转世，安尼也做过身这嘛是咧甲咱印证讲，咱人有真灵性甲假肉体
会生你惊心，袂生你惊心。咱即句话，咱水前田敢捌听过吗？这嘛是咧印证讲，咱人有真灵性，甲假肉体。论语理论篇第8章，主啊，表有道，实属可矣。这就是孔子讲，在甲咱赞叹咱得到的宝贵表就是在时啊，实就是暗头黄昏的时阵，咱若是在时得闻了天道，了悟了天道，假使若是伫暗头黄昏来死去，咱在这世间嘛是无白走的哦，嘛是了无遗憾的哦。咱生死是毋是大代志呢？佛祖弘忍大师有咧讲世人生死事代。咱今天就是要找到灵性的总平原，咱灵性的归属生位倒位来，死位倒位去，十本还原，咱才会当回转国家中圣贤嘛爱修道，才会当天堂孔子嘛是拜了7位老师，最后他拜着老子，才修了道，咱得了道，圣贤嘛是爱修道，才会当转天堂今天咱经书请讲献香、献茶、献果，恭请有名上帝，也就是咱有名老庙，生咱灵性的先天庙。咱水前田，咱拄则伫迄个3楼的山中的时阵，咱亲像看到即个报字，是安尼写，这就是咱迄个先天，咱灵性的妈妈，咱即个肉体，咱后天的妈妈，是咱生咱肉体的妈妈。这个后天的母是安尼写。就是咱先天表安尼甲变过来，就是咱后天的妈妈，咱人有这个先天性，甲后天命，甲起来当成为一个人，就是所谓的性命。咱今天真幸运，咱注意真幸运，真恭喜，是咱3生有幸，5世有修，才会当受到一本书甲咱引进，咱就得了道，就求了道，就得了道。这个道毋是即马才有的呢，是在具有天地进前就有的呢。为什么咱拢毋捌听过呢？因为在上古时代，也就是第一期青阳期。
炎帝国父蒋天盘高讲君王，君王就是皇帝在地，神龙在地，尧舜禹帝，甲君王母王就讲，伊这拢是爱迄个做帝王家，才会当得道的呢，青皮，俗称，就是。候选人方面就是，青皮就是。对哦，年会，东方甲迄个俗称，万物拢俗称。你甲看迄阵啊的新娘迄新娘衫嘛拢青色的，刀头、裤嘛拢是青色的，这就是在周朝元年进前，迄阵啊拢是即个先修后德，而且佫是单凡独修，那么在周朝元年到清朝元年，这就是第二期洪炎期，释迦牟尼佛蒋天盘高讲师儒，师就是出家的法师，儒就是册人。迄阵嘛是拢爱先修后德，佫是单凡独修，迄阵洪炎期万物拢相同，南方饼电火相同，迄阵的新娘嘛是拢，新娘衫嘛是拢红色的，嘛红腰红裤，刀裤甲刀头嘛是拢红色的。迄阵拢是爱单传独修了，代代相传，发不过六年，发不过六年，就是无传到第二个啦。因此，咱是凡夫俗子，莫讲求道，当然连听嘛毋捌听过，而且要得道，要求道，要得道，爱去青山果洞，修甲三千功，800个，功德圆满，才会当得道的呢。为什么咱今天咱受到因果树的引进，咱宝贵的大道就互咱得到咧？这就是咱现今的第3期白暗期，弥勒祖师蒋天盘，这讲华佛蒋道盘，高讲庶民，大开普度。为什么呢？就是咱地天道应运，天时紧急，时机的转变。天道应运，时机的转变，伊是为什么呢？伊在这3期月减年，上天慈悲降道，要来救劫的，要来拯救，咱这个有善根信佛的善男信女，为什么讲天时紧急，时机转变呢？你来看现今的社会，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大家为着追求了
咧发生，啊，搁有咱这科技的发达，负面的破坏环境，啊，致使地球暖化、大地反扑，啥物水灾、火灾、洪灾、地震，不断伫咧发生，这地震毋是咱台湾才有的呢，你甲看南亚大海啸，甲日本3.11的大地震所引发的这个海啸甲核灾，这种毁灭性的灾难，在拢咧提醒咱人类哦。这敢毋是人祸所造成的天灾吗？应验古俗语讲，人无照天理，天就无照家己。因此，上天真降下灾劫，要来淘汰这个恶业主的。但是呢，咱人有善有恶，其中也阁有真侪有善根深恶的善人信女，哪会使善恶不分？玉色不分呢？因此，诸天神圣、诸佛菩萨，他靠求明明上帝，就是咱老母娘、咱造物者，降头要来救劫，因此降头救劫，道劫平降。这就是咱北洋天道应运天时紧急、时机转变的这个由来，原著有一句讲，天下业，反之以道。原著天下逆，源自于道，这嘛是在甲咱讲，咱降道救劫，道劫平降，大道要如何普传度众生呢？点传书拄则传互咱倒3项的法宝呢？这就是科学即马要甲咱讲的三宝。三宝的天命在天地人，加万物之间，天有三宝就有生。三宝一个生，一个生若是无调顺，就会混沌不明，日月无光，就是若像冰河期
调顺，就会万病丛生，性命就会难存。道的三宝观法印，咱今天若是要来求道，就无法度通去度众生，因此就众生难度。即马无啊，要来讲第一宝玄关。玄关又名通天桥，又名正阳门，又名无风锁。是拄则秘书甲咱点即个所在，道教内底讲是做古佛，佛教讲做灵山，儒教做至善宝地，基督教就是讲十字架，甲在人。回教就是咧讲回回之理，是名称无共款而已，其实拢是咧讲共款的所在，玄关就是咱秘书甲咱点即个所在，咱点即个所在，毋是伫顶悬遐是咱两位目睭，下当，是咱第一宝玄关，有人讲伫即个所在，就毋对啊即个所在是做佛祖地，是一个天机，是咧甲咱暗示，咱今天所求的即个道，是在即个山根印度过落来即个山根的所在，是咱第一宝玄关，是咱灵性真主人住的所在，也就是生来死去，会问候。生位倒入来，死位倒去，你若无求道，你就毋知影咱的正门是伫咧遮就会由做道讲门出去，转为六道去轮回咱今天若有求道了，有真修实力，咱百年了后，就会咱的灵性就会为正门出去。互就是到遮，因为好势嘛足紧张的。我下晡甲小管处长讲好势阁无介绍，阁会紧张，就讲后个月才来学习。小管处长就一直甲好势鼓励，所以好势硬着头皮，毋惊人笑。就是讲好势讲甲哩哩啦啦，好势嘛真努力就是好势就是凭着一点的心，好势白遐一定要甲学甲会，因为好势有法官要出国来开荒办道，来帮办要来学习，因为好势的年龄嘛是伫咱遮所有的嘛是有咱好势是上济岁，即马好势再来甲咱讲一寡好势。即个学三宝的过程的即个心得，以前，我若听到人咧讲，人咧诽谤讲咱暗教脱裤教，好势拢袂晓甲伊回答，甚至好势有伫公车的时阵，有迄个真济咱的迄个大姐、大哥伫遐咧批评，咱去管道。伊就咧讲安怎？讲迄个管道拢啥物拢袂使讲，迄个做我嘛拢无咧信迄，我去求道求的，我嘛拢无咧信迄，讲迄拢袂使讲，创啥物秘密，好势迄阵嘛拢袂晓，伊阁有讲，迄我拢无咧信，我敢若信上帝讲遐尔。
好势，那迄阵啊是还阁无深入咧学习，嘛袂晓家己用，嘛袂晓家己解说，若是像即个话，好势就会晓家己解说，毋是讲家己用啦，会晓家己解说。解说讲，咱这是迄个天时，咱这是三奇互革命，咱白羊、天道、应运，要来普渡，要来普渡三座，要来度众生的，是应运伫咱这个白羊的时阵，咱所定的这个三宝咧，毋是讲拢袂使讲，是只有口诀，即5字，这是咱咧回天的一个密码，这袂使讲尔尔，嘛是拢会当度人来运道，好势迄阵嘛真惭愧，拢袂晓讲，拢袂晓甲人解说，即马好势有安尼伫咧收集资料，有咧认真，好势是真努力啦，由于革命的关系，佮加上好势伫4、5当前，佮生了一个大病，所有的器官拢退化，包括屁池嘛退化，反应嘛退化真济，所以讲好势嘛真认真伫咧学习，所以讲咱来学这，不但是讲毋是讲学着一定爱上台，爱讲互听，咱有当时咧了缘，咧度人的时阵咱嘛较有资料，咱嘛较会晓讲，较会晓开我讲因的误会，因咱对咱惯造的误会，安尼，这是互学习的这个心得，感谢。